你包包我就路，我发包，我个发包把你车啊，我阿妈挂呀，那路发包车我有的，没地可以地这回事。那我这我叫俺家 test 的别了，没了就没去挂呀。我看你那，我看挂来就当天上搞定了，俺爷爷我们弄的把你。哦，俺们是来这边我们跑，是。所以这边水呢，所以这边没有。我想要 plastic 呢。俺老家的爸，我一路那干嘞，还沙发，包嘛还嘛这边水嘞，一丢的多啊。你到处。现在这拉不头。你到这个东西里看。到一毛里面好。要这边，这边破了，我打的包。这样这了啦，啊？我他帮我可能拿考啦，拿考，拿考，对着我对啊，妈接了没有？拿考啦，有些方面拿的不？没到，这了啦。哦。老家干的呢。家有多大？好嘞。哦，我咋不住？白了。OK。我拿考点嘛，你的包，他没有来俺都，这发包还是。拉回家干哈子？开这个，我干啥？啊？你这边要干的了。要扒了，扒了，人家最后都给。开对了，没开对头呀。改下去啊 ？OK。这对母鸡嘛，怎么没好？呀，那个都叫嘛，那就靠了，这个。没有。OK，我3个给他去。给，摆嘞哈。哦，也别了，人家这跑下去我们。呀，他们吵架就来跑下去呀，没怎么嘛？那搞的。他们吵架就来跑下去呀，没的。说就几个kilo了，是不是那么少？哎，这怎么主要是么拿着我可是这样着。我可就这样都找哪里来？哦，哪里会做这些大嘛？大路。明白。这样嘞。啊，对啊，我说家这边那我考的买米面啊。哎。我把面就包出来的了。哦。估计我就这样我去路啊喽，我们叫回去啊，上坡上塔位下来就说我去，哎。哎，给你几个，不要几个baby。啊？这个拿，这个的。我来吃是不来了？我你看来脑袋啊，莫脑咔嚓嚓吃咔嚓。我带没，我看带，他对我吃都能吃咔嚓，人家不是怎么样？人家不能吃咔嚓。哦，还是干脆的，我不得一包。哎，你带行李哈。Agak tiga lu.
你不要这样。对啦。OK。做好了，我那我不打了，去搞的。我打没有打去过来，打就冇改。呀。第二下没过来。要跑出来给要，要跑出来给要，我出来嘛给跑给。出来嘛少一点啥没？来的，那去妈拍呢，在这里弄呢。隔壁弄这个好什么？啊？打麻了喂，打麻了喂，再开始比较喂。啊？感谢了。你要几个泡煮？我们快点背进来。我都不要看我多少有几点。白家嘞，白是要弄到哪半家呢？哎呀，他妈的！你得看不啦，要了我就，要了。我去了哎，啊，我们家这没跑。哦，老下去，我这这边跑家，喂。人家哪家有人民水有味。白要他那把这搬回去。我们高兴，你看喽。要不啦？啊？打电话来，谁来水路了？对吧？快点嘛，快快点！啊！你不该就开空调了。啊，看你不该的，那你们忙了没有错？我的钱哪里拍完了？不要透过我打出这个手这个来。呀你啊是不？是你们看，是不对你们批报，我批报。我可以，我边。啊，是路呗。我输了。啊？我输了，输了要。哎，就靠背了。我们刚去还是小老婆啊？我去还是算没干？那是点买个？我走。今天我带，你家别我看，弄么家就你就看那点好。你带上这边咯。我这来。开路不用不到。哦，没这个地方，不开，前面还有条是白条问题哦。高推了不到。我推了。好嘞。听我。那我要可对，那我给我打小。那。要来。没有，还跑，还有这个小跑到上面啊。我在这里做做这我跑。没能加来了。加了。哎喏，明天进我们还在不开我们没？咱们弄可以咯。这里，弄起这个定位比较在应个去。个，对。我再来开几笔了。几笔了？开我看空几笔。看空几笔。空几笔。看空几笔。几笔啦？开路了，开说，开说这个几笔了喽？哦，呀你，那你说啥子？你妈我过到这边去了，我看得起跑路的哪里都，我一拉家了，说那来说嘛，这点那里。快到嘛，叫你我咯，我这个马路现在好。是不给这路有没？是不给这路。
Oh my goodness！就倒吧去。你考进来了哎。 ？Hello， 阿伯这。OK。OK， 进来，进来。阿伯嘞。哎，好，冇阿家。阿伯。你看你冇看到咧？那你嘛小买，别带你买我看来。哦，别我看的，就话些什么了？走了。